有一个电锅吼，这电锅伊讲那安尼亮晶晶的就行诶，其实迄是甲迄个签字笔吼，金银色签字笔甲切长，伊的身躯就是迄个电锅的迄个感觉。哦，这神奇。对，迄顶头迄个看挂吼，想讲这是啥？其实迄是纽扣啦，纽扣就啥物色拢有嘛。你讲这看挂这。对，迄拢足侪拢是甲纽扣有关系。像伊个旋钮，一个旋钮哈，可能就干那2米，2米就是0.2公分的概念。伊有诶，佫切一半吼，你就爱安尼豆豆去念，豆豆去念。你目睭近视有要紧无啊？我这毋是近视哦，不是近视。其实我这个目睭吼，这个是先天弱视，就是出生就看无。你安尼个有法度做这物件？所以我爱用右眼。右眼这虽然是近视啊，即摆年纪较大就变佫老佫弯佫弱视老花吼，拢来。我敢若用个近距离可能安尼20公分，安尼看相片吼，安尼做。老师你真正是足爱一件代志呢。为10年前到即马已经无一天无想要做啦。你逐工拢做？逐工拢做。